歡迎使用商業稅務網站 BTP。本影片將示範如何開立商業稅務網站 BTP 公司賬戶。請點擊開立商業稅務網站賬戶開始，選擇 BTP 公司賬戶。BTP 公司賬戶必須由公司負責人開立，負責人可以委任自己或其他人作為 BTP 賬戶管理員來管理 BTP 公司賬戶。請細閱開立 BTP 公司賬戶的概要，並點擊開始登記。點擊繼續開始註冊，整個過程會包含7個步驟。細閱商業稅務網站 BTP 的使用規則及條款，然後點擊我已閱讀及接受進入下一步。系統設有3種身份驗證方法以驗證你的身份，包括智方便、個人稅務網站 ITP 的稅務編號 TIN 及通行密碼，以及個人數碼證書。選擇其中一種驗證方法並點擊繼續進入下一步。如果你使用個人稅務網站 ITP 的稅務編號 TIN 及通行密碼進行身份驗證，點擊繼續後，你將轉往個人稅務網站 ITP， 輸入你的稅務編號 TIN 及通行密碼，並點擊登入。如果你使用個人數碼證書進行身份驗證，輸入你的香港身份證號碼，點擊瀏覽搜尋個人數碼證書，輸入個人數碼證書的密碼，點擊確認進入下一步。如果你使用智方便進行身份驗證， BTP 會向智方便系統索取你的個人資料以作身份驗證。點擊繼續表示你同意並繼續使用智方便系統。你將被轉往智方便系統。使用你手機內的智方便應用程式掃描二維碼即可以登入智方便。登入成功。輸入公司的商業登記號碼並點擊繼續進入下一步。根據業務類型，包括法團、合夥、有限合夥基金、合資經營及其他團體等，你將被轉往不同的頁面以提供公司的進一步資料。在此影片中，我們會展示與法團和合夥相關的頁面。點擊繼續進入下一步。此乃與法團相關的頁面。向下捲動以檢查法團詳細資料和你的個人資料，選擇你在公司中的職位、董事或公司秘書。如顯示的公司名稱不正確，請檢查輸入的商業登記號碼是否正確。點擊繼續進入下一步。如你並非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則需要提供護照資料。現在，我們將以香港身份證持有人繼續流程。點擊繼續進入下一步，提供 BTP 賬戶管理員的詳細資料。BTP 用戶名稱，輸入被委任的 BTP 賬戶管理員其 BTP 用戶名稱，並點擊搜尋。系統將從本局記錄中檢索與輸入的 BTP 用戶名稱相對應的全名和別名，並顯示在熒幕上。如顯示的全名和別名不正確，請檢查輸入的 BTP 用戶名稱是否正確。要被成功委任 ，BTP 賬戶管理員必須先擁有其 BTP 用戶賬戶，並已把你公司加入其服務公司清單。職位：從下拉清單中選擇 BTP 賬戶管理員的職位。任命自己為 BTP 賬戶管理員，你可以委任自己為 BTP 賬戶管理員。如而你已開立 BTP 用戶賬戶，系統將自動填寫你的 BTP 用戶名稱、別名和職位。否則，你將被轉往開立 BTP 用戶賬戶。每個 BTP 公司賬戶最多可以有5位 BTP 賬戶管理員。開立 BTP 公司賬戶後，已被委任的 BTP 賬戶管理員可隨時更新 BTP 賬戶管理員清單。點擊繼續進入下一步。在某些情況下，賬戶無法立即開通，
請輸入你的聯絡資料以接收開戶結果。點擊繼續進入下一步。向下捲動以檢查此頁面所示的所有資料。點擊返回如你需要更改資料。接下來，你需要剔選方塊以聲明在此 BTP 公司賬戶申請中提供的資料是真實、正確且完整。點擊確認即可完成你的註冊。如果是法團，註冊須經審批。在申請獲批准後，你和被委任的 BTP 賬戶管理員均會收到短信，若有提供香港手機號碼或電郵通知。如需列印確認書，請點擊列印。如需保存確認書，請點擊保存。點擊開立另一個賬戶以登記其他 BTP 公司賬戶。現在，我們轉向合夥業務開立賬戶的流程。輸入商業登記號碼並點擊繼續進入下一步。若系統核實你是業務的合夥人，在此頁你只需提供 BTP 賬戶管理員的詳細資料。請輸入你的聯絡資料，點擊繼續進入下一步。向下捲動以檢查此頁面的所有資料。恭喜你，你已完成開戶程序，而你已可使用你的 BTP 公司賬戶。